家是最让人感到放松的地方，许多人一回家就会换穿室内休闲服，也有人会全裸解放一下。育有2女的女星宋伊璇，近日在节目上爆料，老公喜欢在家中脱到全裸。随着女儿们渐渐长大，自己也越来越担心，就算想要阻止，老公还回：“可是我已经到家，很舒服啊。”宋伊璇日前在谈话性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透露，从事旅游业的老公不论一年四季，喜欢一回到家就全身脱光，全裸坐在沙发上吃冰淇淋或零食，天气冷就开暖气。就算6岁跟4岁的女儿在家，老公也会在他们面前全裸。当女儿问到老公下体那是什么时，也只好先以那是男生才会有的尾巴解释。宋伊璇表示，虽然因担心女儿感受，曾试图阻止老公全裸，但老公却回：“可是我已经到家，很舒服啊。”加上自己回家也会将裙子、外裤脱掉，所以现在女儿们都有样学样，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脱裙子、脱裤子。虽然宋伊璇坦言女儿们这样模仿不好，但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很舒服，所以只能用言教的方式提醒他们不能这样。